来继续来看台中市长的选举，有媒体来公布着上新的民调，卢秀燕是以46.8%的支持度大赢蔡其昌的18.7%。少年人对卢秀燕防疫的表现满意度是超过90%。也毋过，蔡其昌的发言人，也就是市议员陈世凯认为，公布这项民调的媒体，伫公布民调进前，才甲另外2间的媒体做伙摕到市政府660万的标案。陈世凯是怀疑讲，这个民调是买的。台中市政府的新闻局是回应讲，所有的标案拢按照着采工法，无买民调的问题。本市的疫苗施打的这个数字比较高的情形，我们疫苗施打得很好。台中市长卢秀燕对议员这顺防疫政策真有信心。最近一份媒体公布民调，少年人对卢秀燕的满意度超过90%。在咧市长选举方面，卢秀燕支持度达到46.8%，大超过对手蔡其昌的18.7%。让台中市民可以更安心，可以更安全，可以更健康。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阶段的要务。那至于你再去透过民调做一些政治操作啦，我觉得大可不必了啦。蔡其昌透早去台中演讲，关心 PCR 量能，针对民调侦查甲这么济，伊的心肝掠真重。颠倒是伊发言人市议员陈世凯这期发布民调的媒体和另外2间媒体，才做伙摕到台中市府660万的标案。难道这份民调也是用市政府的预算来买出来的吗？为了让它擦脂抹粉，台中市民必须掏出660万吗？我认为我们的台中市政府必须要讲清楚。对陈世凯这期，台中市府讲尊重各界民调，所有的标案拢是照政府采购法咧行，嘛规定袂当拍广告，所以嘛无买民调的问题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